我哋嘅心知曉一切，但係喺日常生活入面，我哋缺乏一啲時間，讓自己靜落嚟去聆聽佢。呢刻就讓我哋靜落嚟，勇敢去直視面對緊嘅問題、困難、唔知道嘅抉擇，究竟係乜嘢呢？用少少時間，將我哋嘅困難、痛苦化成一個具體嘅問句，藏在心中，跟住揾一個你舒服嘅坐姿，讓自己嘅身體平衡而係放鬆嘅。慢慢閉上眼睛，將我哋嘅注意力放喺呼吸上面，感受空氣嘅吸入、呼出。透過每一次嘅呼吸，感覺自己更加沉下、放鬆。繼續呼吸，透過呼吸，慢慢放鬆我哋嘅腦袋，放鬆我哋嘅眼睛。繼續呼吸。放鬆我哋嘅面部，放鬆我哋嘅喉嚨，放鬆我哋嘅膊頭。繼續嘅呼吸，放鬆我哋嘅心，想象自己嘅身體沉下，放鬆。繼續呼吸。慢慢將我哋兩隻手掌，掌心向上打開，然後將一隻手掌放喺另一隻手掌嘅上面，重疊，放喺心口面前嘅位置，準備盛載由心而嚟嘅智慧。繼續嘅呼吸。將我哋嘅覺察力帶到去心臟附近嘅位置，慢慢感受喺我哋嘅心口之間有一股暖流、光芒慢慢嘅流出。呢一股光係溫暖嘅，係舒服嘅。感受你嘅心寬廣、圓滿、柔軟，而且溫暖。慢慢讓呢一道光包圍住自己，將你嘅問題輕輕嘅放喺手掌心上面。喺你寬廣嘅心面前，我哋謙卑落嚟，繼續呼吸，將問題放好之後，我哋慢慢默想，我心知曉，我心知曉。我寬廣嘅心知道一切，然後專注喺呼吸上面，安靜嘅等待，讓答案自己浮現。當你嘅答案慢慢浮現嘅時候，我哋將你承載到嘅智慧、得到嘅豐盛，放進心口之間，用你隻手掌撫摸你嘅心，全心全意嘅感謝佢，
感謝我嘅心畀我智慧，感謝我嘅心讓我自由，感謝我嘅心為我服務，為我奉獻。感謝你冇畀我忘記我存在嘅目的，感謝你向我顯示道路。微笑，感謝你嘅心。最後，帶住感恩同埋溫暖嘅心，準備迎接你嘅生活。當你舒服嘅時候，可以慢慢回歸當下，回歸呢個房間，再慢慢打開你嘅眼睛。祝願你有美好嘅一天。